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先上来教的是亲子瑜伽。听爱做薯片的小朋友阿恒，好了，今日要来做俺们的小帮手示范哦。恁的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来同俺一下做运动哦。请恁放起来，来同俺们做运动的哦。俺们前面呢，要做瑜伽之前，要来做一点暖身。好，两只腳打開來，好，同個肩條通下，好，慢慢呢，低後背，扭陽肩呢，好，低前面撈。好，你的手打開來，手打開來，來肩條，好，彎片，再肩條，鬆出去，肩條，彎在另外一邊，聽到你來慢慢地做哦。好，慢慢的弯片。呀，运动呢，睇人生人仲可以同下做。俺哋啲小朋友看到電視嘅話，同爸爸媽媽來下來做運動。兩隻手通下來肩條，交叉，再肩條鬆出去。好，慢慢的調拿，一節一節。慢下去，瞄到天來冇，不用動它。好，再慢慢地放起來。好，更加來做我哋呢主要運動嘅哦。好，更加來坐下來。好，第一個動作，用一隻腳，好，從用一個翅膀用誒，好，比，拍動伊個翅膀，好，左右偏右，可以同聲音的同學來做瑜伽，來增加嘅親子嘅娛樂，好，親子嘅一個感情哦。好，繼續，好，調氣慢慢來在前面，繼續摸頭，調氣放起來，來繼續，調氣慢慢的下去。繼續摸頭，調氣慢慢地放。好，俺哋更加用一個係愛到入毛蟲，俺哋調從入毛蟲從毛毛蟲哦，啲嘅腳穿起出來，從入毛蟲用嘅哦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动作脚伸出来。好，来做一个肢体前弯。好，竖牙高。好，記得咯，我背咯，伸出冇撲背哦，都是豎空來哦。腳伸出，我腳趾頭冇彎彎哦，好，腳尖。好，先瞄我腳趾頭，好，慢慢地下去到我腳尖，做停留。慢慢的到腳趾頭，再上來，來做划船的動作。划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更加同嘅小朋友來面對面，好，腳伸出咯。好，來腳伸出來。好，第下腿 give me five 哦 ，give me five。啊，來。小朋友要撲到媽媽的手，好，來伸出，好，訓練你的肢體前彎柔軟度哦。來，1，有沒有到嗎？咦，觀眾朋友有沒有到嗎？同個聲音呢 ，Give me five。4，要撲到聲音哦，聲音。拍下去，好，幫媽媽撲5哦。好，來，媽媽幫你跟你 give me five 咯。1、2、記得背龍嘅打出咯。Yes， 超棒的！來，更加來開下來，貓式啊，像喵的樣的喲。好，來，放鬆，吸氣、吐氣的時間都是豎空來，拱背。好，吸氣莫痛，吐氣放鬆。再一次吸氣莫痛，吐氣收進去，吸氣，吐氣放鬆。好，吸氣莫痛，吐氣，吸氣莫痛。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更加來。面對前面，好，喵要翹尾巴哦。好，來比賽看慢你呢，米吼翹得最多哦。好，翹尾巴，貓咪尾巴，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來小石頭豎伸出，好，開下來，開空來，彎片的哦，我們現在要換邊，我豎中大口來，豎中大口來，好，彎片，來1，貓咪尾巴翹哦，2、3、4、5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来休息。刚刚很爱数哦。好，不用个鸦片。好，不用你去。好，小猫背延展。数轻量伸出来哦。好，鼓来换边。好，数不用鸦片。好，弯鸦片伸出去。数伸出。公牛拧地前面绑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圆背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放起来。今日动作记得了吗？好好运动，俺能下次能来了。